今天江少庆他的一个变化球的控球也是一个观战重点。再来一次啊，最后让打者是挥棒落空，遭到了3振。19岁又17天呢。好球进垒，打者是挥棒落空，遭到了3振，结束了中信兄弟在第1局的攻势。好，比赛来到2局下半，陈子豪对上江少庆，第一球就出手，内野的滚地球，王振堂接球传1垒没有问题。这也是墙头好打的对决。变化球，打者变成人体电风扇，遭到了3振。江少庆投出这场比赛个人的第3 K。你一样，内角直球又来。2垒方向的滚地球，2垒手接球传1垒，捕手蹲在外角，挥棒落空。挥棒落空。这也是重要关键的1 K。送给了文杰。这球挤压到是一个软弱的内野滚地球，一垒手接球，自己踩1垒的垒包，2出局是超过90球。这球打接出去，在左外野方向非常深远，往后退，志豪过路前面停下脚步，接杀出局。